高級組銀牌冠軍戰翻版，戰場變翻甲組聯賽。當日嘅贏家和富大埔再鬥公民，鬥落一樣味道十足。早段攻勢比較多嘅公民，法圖斯嘥機會，不過改由新組主理，效果就截然不同。13分鐘，公民先開紀錄。之但係辛苦搶到領先優勢翻嚟，4分鐘之後就保唔住，安基斯十足坦克車一樣將個波送入網。失波嘅公民希望揾翻領先嘅感覺，但係法圖斯嘅機會被球證判越位在先，入球無效。進入下半場，公民仲要失多球。葉佳30多碼出其不意嘅遠射，要謝德謙舉手投降。由領先變落後，公民蝕埋到氣勢，後備入替嘅艾力士幫大埔擴大比分。就算公民埋尾幾用心去追，都係徒然。新組嘅罰球中龍門框，加埋法圖斯以及中村佑人嘅挑戰，2次送咗個波入網，都係判犯規在先，空歡喜一場。公民要接受輸波嘅結局，大埔得到一場3-1嘅勝利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郭子龍報道。